有人執到我另一本筆記啦！我劉克又嚟到人間啦！呢度係咩地方嚟㗎？咁鬼細嘅，仲細過日本嗰啲房啊！台上面有沓紙喎，佢寫住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動漫文潮又同大家見面啦！呢啲咩嚟㗎？不過就算呢度再細都好，至少都有啲色彩啊！話說死神界真係一個悶到發慌嘅地方啊！暗無天日，寸草不生，仲有嗰啲死神嘅同伴啊，淨係識得瞓覺同埋賭錢，更加冇鮑魚飯局。哇！生活啊，真係悶到一個點啊！自從上次有人使用筆記之後，都已經超過咗12年啦。而家我又嚟到人間啦，眼前呢3個傻佬應該都係驚過頭暈低咗啦。人類真係好有趣嘅生物啊！諗翻起有個人類執到我另一本筆記，當初佢以為係惡作劇嘅時候，就喺空白嘅筆記上面寫咗第一個名——陰元田九郎。冇幾耐之後，嗰個叫陰元嘅就因為心臟麻痹而死。之後嗰個人類再嘗試作出多次嘅試驗，以確定嗰本筆記嘅真偽。結果喺呢5日嘅期間，嗰個人類竟然比我哋一眾死神更加勤力咁寫，不斷咁寫，而嗰啲俾人寫咗名嘅，全部都係喺世界上犯下唔同類型罪行嘅罪犯嘅名嚟嘅。事實上，死神大王對於地球上60幾億人嘅死期，早就安排好啦。而死神用到筆記啊，係當死神大王嘅安排出現咗漏洞嘅時候，由死神嚟到執手尾嘅啫。所以喺呢5日嘅期間，突然有咁多人死咗，死神大王其實係有留意到嘅。冇幾耐之後，嗰個人類面臨成為筆記使用者嘅第一個挑戰，亦都係最大嘅挑戰。一個名為 L 嘅偵探，為咗要破解奇拿連環殺人事件而暗中出手。L 更加動用到全世界嘅警力去調查呢件事。喺呢段期間，嗰一個人類一次又一次以另一本筆記嘅力量去消滅負責調查佢嘅人，同時嗰個人類又不斷利用身邊嘅人，包括朋友啦、親人啦，甚至深愛佢嘅女人，達成佢執行所謂嘅正義理念。
繼而創造一個冇犯罪者嘅新世界，更妄想成為呢個新世界嘅神。死神係靠筆記上面寫上人類嘅名嚟到延續生命，加上死神係刀槍不入嘅，要死就真係有啲難度啦。除非，其實喺呢啲日子，我只係喺嗰個人類身邊食下花生，亦都唔需要做啲乜嘢，甚至唔需要提供意見以及提點。最重要嘅就係人間嘅蘋果，爽口又多汁，相當好味。相比起死神界嘅蘋果，就爭得遠啦。雖然我哋死神基本上係唔使食都可以生存，所謂嘅味覺亦都係多餘嘅，但係人間嘅蘋果又甜又多汁，真係令我愛不釋手㗎。再者，我只係幫嗰個人類講一啲大話。喺呢段期間，我總覺得人類喺某一個程度上比起一眾死神係更加恐怖，甚至我哋當中更有一位死神，間接係因為嗰個人類嘅計謀而死。而嗰個死神個名就名叫雷姆，竟然連死神都會死喺佢嘅手上。雖然嗰個人類最後未能夠創造到佢所期待嘅新世界，但係佢真係令我喺無聊嘅生活中添上唔少嘅樂趣啊！話說，最近有另一個人類得到我嘅筆記，佢竟然同早前嗰個人類完全相反，一個名都冇寫上去。佢處理筆記嘅方法仲驚動到死神大王嗰邊，搞到我樓下除咗俾人問責之餘，更加令到死神大王要喺筆記上面加一條新嘅官方規則。其實另一個人類喺得到筆記嘅期間，待我都算得過，蘋果亦都冇缺少嘅。甚至我都覺得佢嘅智商同較早前嘅嗰個人類都可謂不相伯仲，只可惜以上兩個都兩同一死啊！人類真係好有趣嘅生物啊！最有趣嘅係，竟然有人類嚟到聲演我，日語聲優包括負責動畫以及真人電影版嘅中村獅童，而日劇版方面就有呢個福島潤。香港版嘅聲優係朝世，我哋不如嘗試欣賞一下香港聲優朝世良把聲，同我究竟似唔似呢？凡係用過死亡筆記嘅人，死後咪諗住可以上天堂或者落地獄，就係咁多。原來呢沓紙當中竟然有啲咁嘅字，
今集動漫文潮暫告一段落，歡迎各位觀眾留下建設性留言，關注 MeWe、Instagram、讚好 Facebook、訂閱 YouTube 頻道，收睇本節目，仲有撳小鐘仔，當新集數推出嘅時候可以通知大家。另外，我哋嘅社交媒體會不斷送上動漫嘅資訊，所以請各位繼續收睇及支持本節目。今集動漫文潮告一段落，下集見。唉，唔知死神界係有冇社交媒體嘅呢？如果各位喜歡動漫文潮嘅話呢，請先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社交媒體，包括 Facebook、IG、MeWe、Friends 以及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最緊要呢就係撳埋個小鐘仔啊！當有新嘅集數嘅時候呢，就可以通知到大家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有呢個 Patreon 嘅專頁嘅，有免費，亦有收費頻道嘅。收費頻道相當之平嘅，只需要港幣25蚊一個月。我哋會不斷上載會員獨家嘅文章以及影片上 Patreon 專頁嘅，請各位多多支持，讓我們可以持續發展。再次感謝各位收睇。